主后2025年8月初3，西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到第5节。波斯皇帝塞鲁士元年，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耶利米的嘴所讲的话，感动波斯皇帝塞鲁士，予伊对全国颁布讲：波斯皇帝塞鲁士安尼讲，上主天顶的上帝将天下万国赏赐我，搁指派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着伊起圣殿。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的，通转去犹大的耶路撒冷，去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伊是伫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愿上帝甲因同在。所有村落来的人，无论住伫什么所在，迄所在的人着用金银财物精生帮赞因，嘛着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甘心奉献。对安尼，犹大甲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所有受上帝感动的人，拢准备好势，要上去耶路撒冷去造上主的殿。弟兄姊大家平安。旧约的以色列史通常会当用无共款的分法，亲像讲，照旧约的圣经分做族长的时代、埃及甲出埃及、旷野时代、士师时代、王国时代，甲受领回归时代。了后，其实还佫有一个断代史，称作两约之间史，然后才进入新约时代。咱来看马太福音第1章，耶稣的家谱，甲以色列历史简单分做3个无共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亚伯拉罕到大逼，然后第2个阶段是大逼到受掠去巴比伦，最后第3个阶段是受牵线去巴比伦到基督出世。这3个时段各14代，可见受掠受牵线去巴比伦，对以色列史是一个真重要历史分野的界线，也是记号。甲以色列国伫主前722年灭国，亚述人伫甲北以色列人掠徙去到伫巴比伦了后，经过135年，就是主前587年，南犹大国也互巴比伦消灭。南犹大的王公贵族人民大部分也受领去到伫巴比伦。搁经过48年，主前539年，巴比伦互波斯王古列二世征服。古列王也称作是塞鲁士王，伊采取新的政策，根据圣经的外史文献，古列王认为伊会当征服列邦列国，成做大波斯帝国的皇帝，是受普天下各国各族的神明祝福予伊，所以伊允准全帝国各国各族的人，转去因本乡本地恢复因的信仰，也重建予
互巴比伦人拆毁的寺庙，互因的神明通带踮因原本的所在。伫即种的历史背景下，咱通理解以斯拉尼希米等才会受了归回的历史。原本以斯拉记甲尼希米记是藏伫历代志的后面，也属伫历代志。后来以斯拉甲尼希米独立出来，总是称作是以斯拉记上下卷，最后才搁拆做以斯拉甲尼希米记两卷。这也帮助咱伫咧理解列王记历代志，并毋是讲到以色列建国到亡国就结束。以斯拉甲尼希米的时代是一个受领到回归新时代的开始。以斯拉记甲尼希米记会当分开读，毋过咱嘛通家看做是共一个历史单元做伙读，也不止有意思。咱伫今仔日大先要来看以斯拉记的第1章到第2章，咱先来看分段。第一段是记载伫第1章的1节到4节，讲到波斯皇帝允准犹太人回乡。主前539年，波斯皇帝塞勒斯中文圣经翻译做古列二世，打败巴比伦王，伊也定居首都伫巴比伦。塞勒斯伊用仁义德政来治理帝国，所以有下诏命讲：上主天顶的上帝将天的万国赏赐我，搁指派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着伊起圣殿。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的，通转去犹大的耶路撒冷，去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伊是伫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愿上帝甲因同在。这段也出现伫历代志下卷36章的23节做结尾。字句精差无济，只是以斯拉加第4节，所有剩落来的人，无论住伫什么所在，迄所在的人着用金银、财物、精生帮助因，嘛为了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甘心奉献。对亡国受领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天大地大的好消息。波斯皇帝竟然真侪因的投放者，真侪救世主，也允准因会当结束流亡，返乡定居，可当自由敬拜上帝。而且皇帝也欢喜要赞助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普天哪有即种对天落落来遮尔大好康的代志？原来塞勒斯毋是简单针对以色列人会当安尼做，也包括普天的各国各族的人，拢通结束受领受牵线的日子，各自转去因的故乡，甲自由服侍各自的神明。只不过即项官方的诏命对以色列人来讲，毋若有特别的意思有意义，因为上主早就有托先知耶利米预言，70年后巴比伦要受消灭，也以色列人因要结束受领，回归故乡。耶利米记25章11节到12节，全国也拢会拍远互人惊，这个国家会服侍巴比伦70年。伫70年满了后，我要因为巴比伦王甲这个民族所犯的罪，消灭这个国家，互伊永远荒废。波斯皇帝也讲，所有剩落来的人，
遐所谓剩落来的人，就是指无拍算要倒转去的人，因也有义务奉献金钱、财物、精神来帮赞要转去的人，甲重建圣殿的经费需要。第二段是规行圣殿的器具，第59、11节。对安尼，遐主要是原犹太国首领第二代的族长、祭司、利未人，甲受上帝感动的人，就是准备好势，要转去耶路撒冷去做上主的殿。若是遐还无要转去，也是讲袂当转去，无想要转去的同胞，因也愿意帮赞遐要转去的人，甲为着圣殿的重建甘心奉献。另外，波斯皇帝也愿意将伊对巴比伦接收以前尼布甲尼撒王抢摕耶路撒冷圣殿藏踮巴比伦神庙内面的器具全数归还。上界宝贵的就是也有做清册、通点算甲移交。回归的领袖，也就是省长设巴设就设法将这个器具带转去耶路撒冷。第三段是第二章的全部，第10到70节记载流放回乡的人的名单。这节落长，对咱来讲，这个名单甲人数可能咱会感觉读了真大错无味。毋过对伫研究以色列史甲当当时以色列人，却是意义非凡甲真有价值，因为透过这个名单，通知影因迄当当时族群社会甲人口的结构，以及参与伫回乡运动的响应的程度。另外，嘛有一寡稳状的冲突的问题，比如讲，伫队伍的中间有讲到着某人的子孙，也有讲是住伫倒一所在的人，也有按工作职业分的。也有好业人带着因的仆人、女婢做伙转去的，阁有主要的精神做分类甲数量的统计。这中间也有无清楚家己属伫倒一个祭司家族的祭司户的也同行，只不过因暂时受限制，袂当当值，也袂当响应祭司献祭。通食的祭物，着等到会晓使用乌灵甲土明的祭司出现，才做裁决。因转来主要的目的是要重建圣殿甲恢复圣殿的敬拜服侍，所以伫遮个转来的中间有早工程的奉献款金500公斤。银2800公斤，各有100束的祭司服。因决定要伫原本圣殿的所在做重建。转来的人主要负责圣殿服侍的人，也就是祭司利未人，负责献诗守卫圣殿甲做工的人，以及一部分的人就近住踮耶路撒冷。甲附近的地区，若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就照因原本的故乡转去。以西结记第1章到第2章对咱有甚物种的教示？第一项咧讲到着等待时机，也着把握机会。以色列人因亡国并无灭族，因互亚述人甲巴比伦人。迁徙到伫巴比伦，因记取亡国的教训，也会晓找求上帝、求救上帝、倚靠上帝。上主也无离开因，也一直咧保守因，甚至伫因的中间也出一位
但以理诚热受器重的首相，阁有以斯帖也诚做帝国的丰富，这咱以后会去讲到。上帝也一直在保守因，互打败巴比伦的波斯皇帝宽宏政策，稳准万国万民通回乡重建家园甲信仰中心。当然，因也记得上主的先知耶利米捌预言，70年后，这个巴比伦要灭亡。先知以赛亚伫以赛亚书44章260以下，也讲到着塞勒斯要正做王，征服列邦，也要完成上主的旨意，重建耶路撒冷，甲重建圣殿。果然，上帝也使用波斯皇帝塞勒斯来执行，佮开放鼓励以色列人回乡重建圣殿。70年对受领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差不多大部分拢死啦，为亚活的嘛七老八老。到伫因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当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因通回返故乡，而且阁有奖励。时机也无容允因丢除考虑再三，所以前后有几波回乡的浪潮。塞巴萨受任命成做犹大省长，带领一波将近有5万人回归，通讲是人数真济的队伍。伫即中间，有人选择甲因做伙转去，嘛有人选择要留踮外地，诚做因的新故乡。只是留伫外地人，因也选择用奉献来参与伫重建圣殿的圣工。时机是一个机会，时机就爱等待，机会就爱把握。时机若过，有诶检采还有下一个时机，毋过有诶时机只有一次，若无把握牢，就永远无阁有第二遍诶机会。时机就亲像伫路年咧停车灯，红灯倒就爱停咧，停是等待，等待到青灯若倒，就是会当过路诶时机，过路诶机会。青灯倒若毋行，就毋但失去过路诶机会，而且会挡后面诶路，也会制造阻碍交通诶危险。时机也通譬如亲像人咧钓鱼仔，等待鱼仔上钓，这是时机。当鱼食钓鱼上钓诶时，也着爱把握来求即个竿仔甲鱼仔斗力斗智来即个搏斗有即个机会。当上帝嘛时常赏赐咱无共款诶时机甲机会，咱着伫对诶时机来做对诶选择，甲做对诶代志。第二，伫遮咧讲到着上帝伟大甲奥妙，超越咱诶想象。上帝用外邦诶亚述甲巴比伦管教伊诶子民，互以色列甲犹大灭国，佮受掠去到伫巴比伦，总是上帝也使用波斯帝国诶兴起，诚侪救赎以色列人诶管道。上帝使用一个道神主义拜偶像诶波斯皇帝，稳准以色列人回归故乡，重建圣殿，而且也用照明诚做因上大即个赞助，也因为皇帝照明后来会当克服
外敌的阻挡甲攻击，这真正是奇妙的恩典。上帝通过伊教导真侪上帝子民的安慰帮赞，这确实是真神奇，也超越咱的理解甲想象。毋过，这就是上帝的工。波斯帝国的版图辽阔，横跨亚洲、非洲甲欧洲，无论伫古代也是现代，这拢是一个超级大的国家。伫多元佮融合的新世界、新时代，上帝也照着以色列人蒙古受掠、受牵线到异邦的国度，开启因的视野，因的世界通因为安尼来经历上帝新的作为。上帝是化咒诅变成做是新的祝福。圣经希伯来书12章10到11节安尼讲：肉体的父母暂时久，照家己的意思管教，毋过上帝的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咱特别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会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上帝的管教只是手段，管教的目的是要互咱得到利益，会当结出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第三，伫遮嘛讲到着善用数据，活用资讯。圣经中时常咱会当读到真侪甲统计的数字以及资料相关，当然大部分也拢是真简单的项目甲数字。毋过，遮个数字甲分类的资料毋是一时的历史的资料，也反映伫实际生活甲信仰的眼光。就咱看亚伯兰甲撒来伫因结婚久也未生90年后，上帝甲因改名亚伯拉罕甲撒拉，上帝也祝福互因诚侪一国的老爸甲老母，要互因子孙坐甲亲像天顶的星、地上的沙算袂了。代志后来也照上帝应允实现。雅各带伊的子孙70人，新妇无算，后来经过400年后，伫因出埃及，雅各的子孙超过100万人。对上起初的数字，然后经过时代历史的演变变化，到落尾就有新的价值甲意义。以赛亚记第2章，上列各家族、各地方甲神职人员返乡有做册，也诚侪重建圣殿甲圣地实用的资源。咱现今的时代，网络发达，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就渐渐新的物件 AI 出头，慢慢加入主流资讯的时代。这个资料也是经过无数的数字文章堆贴出来组成的。当然，话是真，话是假，咱也着爱有理智做分析甲判断。毋过，善用数据活用资料已经诚侪咱生活分袂开的一部分，这也诚侪咱的信仰扩大眼界甲活用的基础。比如讲，3几年前我要写讲道篇，爱找即个圣经节的资料，毋知伫倒一本倒一章节，除了编圣经以外，上紧的方法就是爱找一本叫做
经文汇编的功夫册，找关键的字，然后并关键的字耶稣伫倒位，然后佫对迄中间逐道找相关的有可能出现的经节的所在，然后则佫并现圣经。要找一个圣经在检测上紧，也得用几分钟才找到。而且即个经节也加限定伫中文和本的版本而已。毋过后来当圣经的资料伫网站顶面会当来找到资料的时阵，毋免用1分钟的时间，就会当上时阵甲各种版本的圣经甲伊对照出来。这就是善用数据活用资讯的例。伫咱的生活中，咱也时常会用手机来找地图、找影片，也是找各种生活的资料，也是善用数据活用资料的例。其实圣经的内面早就甲咱讲到着数据甲资料的要紧性。透过以赛亚记第2章，因就会当真清楚知影有倒几个家族，倒几个地方的人，因有参与伫回乡的行列，搁照即个就会当查到即个相关的人就加介简单，而且因到底有偌济精生，偌济的财物也一清二楚。佮加上圣殿的器具也有明确的清单，奉献的金额也有详细的记录，所以咱透过这个冷冰冰的数字甲名单，有时会当看到上帝的心意，甲上帝艺术的变魔术，互咱伫咧读圣经变成做加介趣味，也加介活泼。愿上帝话，互咱充满喜乐甲盼望。也愿咱伫咧读圣经、默想上帝话，也得到快乐，甲对信仰和生命有新的眼光。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阮伫咧读即个以斯拉记，阮看见以色列人因结束伫受领牵线。流亡因也准备要转到伫故乡。阮也看见上帝你咧做新的代志，是超越阮的理解，超越阮的想象。互阮也看见主你是不管是伫咧做新的事的上帝，也互阮用喜乐的心甲盼望。来看阮的未来，也是伫主你的带领的中间，阮献上祈祷、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